最近咧接到好多同行嘅諮詢，係你冇聽錯，係律師同行嘅諮詢。靜雞雞話俾大家聽，律師諮詢律師，亦都係要收諮詢費嘅喎。佢哋問嘅咩問題呢？就係深圳呢一邊涉港嘅離婚案件，到底係喺邊個法院嚟起訴？龍華法院啦，定係前海法院？點解仲有啲人去福田法院起訴呢？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呢3家法院嘅管轄範圍。首先，龍華法院主要係管轄涉港嘅婚姻家事案件，包括離婚、撫養權、繼承等等。根據2021年12月14號最高人民法院嘅批准，深圳市龍華區人民法院集中管轄深圳市第一審涉外涉港澳台嘅家事案件。龍華區人民法院設立咗深圳涉外涉港澳台家事審判中心。注意，龍華法院咧係有2個地址嘅喎，一個係法院本部，亦即係老法院，喺深圳市人民醫院龍華分院嘅對面；另外一個咧係龍華法院，亦即係新法院，地址咧係喺龍華區大浪街道，亦即係地鐵6號線陽台山東站附近。咁深圳涉外涉港澳台家事審判中心係龍華法院，亦即係新法院啦。第二，前海法院主要係管轄涉港嘅商事案件，譬如合同糾紛、投資爭議等等。根據2023年2月20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指定廣州、深圳、珠海市轄區一審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轄批復，指定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集中管轄應當由深圳市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嘅第一審涉外商事案件，根據規定的金額最高為人民幣5000萬。第三，福田法院主要係管轄涉外涉港澳台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經最高人民法院嘅批復同意，自2024年8月1號起，深圳市應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嘅第一審涉外涉港澳台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實行集中管轄，統一由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受理啦。所以涉港嘅離婚案件必須去龍華人民法院起訴。只要一方為香港居民或者結婚登記地喺香港嘅，無論被告佢喺深圳福田定係喺南山，都係由龍華法院專屬管轄嘅。咁如果搞錯法院嘅，你嘅立案就會被駁回㗎啦。